QQ 的物体 number、跟站 number、主播 number、英文 number， 就是跟各地县政推荐人给做了空电动电把节，领主行为各地电着进这个情况，其实日杂节西国大大我走就赢了。7月的天空流光溢彩，7月的大地遍地飞歌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高僧大德、各位嘉宾、亲爱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下午好！这里是2018觉日寺文思修佛学院大雄宝殿竣工开光庆典演出的现场，在这里再一次欢迎大家的光临。其实日咱这个节人生同步呢，若把白马人生老节。松多八节热年 hiphop， 请当把它推荐的。首先，我们用热情的掌声，有请出藏族原生态歌手白马仁真送来他的美好祝福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Show